展低空經濟，放寬用無人機用嚟做配送同遊覽等等。外賣從天而降，內地多個地方都已經推行，香港有冇機會實現呢？政府將會成立發展低空經濟工作組，由財政司副司長擔任組長，制定低空經濟發展策略。計劃喺指定嘅地方施行無人機配送、測量、建築保養、航拍、匯演同搜救等，亦都會修訂相關法規，放寬超視距飛行、無人機重量同載貨限制，發展空中遊覽。同時會同內地商討，共同設立低空跨境航線、出入境同清關安排以及基礎配套設施等，亦都就建設低空活動配套設施，例如起降場、充電站、通訊同航路網絡等，展開技術研究同規劃。業界就建議將載貨上限設喺2.3公斤，同內地外賣平台睇齊，亦都要放寬航線限制。無人機過往嘅條例咧，其實係唔可以經過人頭、船同埋車。即係話喺主要嘅路線啊，即係香港咁一個城市密集嘅地方，你要規劃一條航線本身就好困難嘅。例如有啲園區啦，好似科學園啊，或者係數碼港呢啲咧，我哋可以爭取一個試點。人口稀疏嘅地方，理論上係近義喺法規上但係亦都會睇翻我哋個衛星喺入邊個接收個信號有冇穩定啊，然後先可以正式推行咯。施政報告亦都話會推動創科發展，設立100億嘅創科產業引導基金。引導市場投資策略性嘅新興同未來產業，包括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同機械人等，系統性建設創科產業生態圈。政府亦都會發展河套香港園區，成為世界級產學研平台，建設具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試轉化基地。今年內發布相關發展綱要，促進港深兩地園區之間嘅人員、物資、資金同數據流通。無線電視記者鍾